手架大地看板顶悬直接写要找翁婿。查某人穿新娘衫，原来伊是一个中国籍的交换学生，伫台大的图书馆头前找人结婚。学生啊经过看到水姑娘啊，佮俩真是咧拍电影，问来才知影，原来对方是认真的。那看板也有宣传单。这么赶紧要嫁，但是因为女学生想爱台湾，要过24岁来自四川成都的伊，交换学生的身份将会伫12月底就到期。为了要继续留伫台湾，才会想讲要找人结婚。好啊，为什么不好？男生坏人角度来想的话，不吃亏啊。我觉得不会，太有目的性。这个感觉就是很刻意，然后不知道会不会领完证之后，然后就分手。女学生公开找人结婚的做法，嘛伫网络上引发着讨论。媒体面讲讲，看着相片就恋爱呀，就惊部分的查甫人唔敢去试。有学生就决定和伊开工看卖，发现讲这个女学生中文甲英语拢算是连登。伊嘛有讲注意风险，讲家己无啥晓做，无厝无车，也毋过做人笑亏，保证你逐工拢感受到幸福。代表说他真的很喜欢台湾吧？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外籍人士，政府开了不少很不错的方式跟方案，其实都可以去考虑看看，就好过征婚。中国不是比较多帅哥吗？为什么不在那边不知道。是讲有袂少查某囡仔认为，为着留伫台湾凊彩结婚，安尼袂好。无论讲敢有价值，这个做法嘛已经引发着话题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